2026年5月4日每日靈修，依靠主的話，仰望我們的主。540仰望主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我要仰望耶和華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應允我。彌迦書7章7節。小故事：小李的父親買了一匹難馴的馬，就是專長練馬的馬師也是無法管他，但小李卻能對付他，一點也不覺得困難。有人問小李說：你的秘訣在哪裏？他說：我細察這馬難馴的原因，發現他怕看見自己的影子，所以我先解除他的懼怕，叫他面向太陽，看不見自己的黑影。默想，我們所以會懼怕、灰心、軟弱，就是太看自己，太想自己。若是抬起頭來仰望主，單單看他，就必能剛強壯膽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你是我們創始成終的神。你坐在寶座上掌管萬有，你知道我們常常要面對生活中的艱苦，會遇到苦難和磨練，我們會懼怕、退縮和灰心，唯有仰望交託給你，你要賜給我們智慧和平安。求主幫助我們，學習放下自己，不把注意力放在難處上，而是仰望順服你的指引，你必帶領我們安然度過苦難，並且得勝有餘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